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，最近是高温热影有够热。气象局气象针对十个县市来发布着高温特报，提醒咱的乡亲时代一定要注意防日头晒，加啉一寡茶水。也毋过台南有一个50岁乡亲，因为工作的需要，爱长时间伫咧户外来干工。伊茶水是灌真多哦，但是奇怪，也是真喙焦。早起来看医生，原来是热衰竭。医生来提醒，伫这个热的环境踮伤久，一直咧流汗，就算茶水啉有够，但是若是无补充适当的电解质，同款嘛是出现着热衰竭的状况。日头遮炎，寒一日流，遮热的天气，大家拢知影讲爱补充水分，也毋过啉水感度有够。伫工地内面的工人真辛苦。台南有一个50岁查甫人，长时间伫咧室外咧干工，水拢有啉，也毋过伊直感觉真喙焦，喙安尼焦焦，规身躯真疲劳。水安怎啉都无法度止喙焦，甚至过会揪筋，就赶紧去病院找医生检查。你在流汗的时候，不只是水分，那连一些电解质，像钠啊，一些其他的电解质也会跟着排除出去。所以，我们一般还是会建议说，可以去补充一些运动饮料，里面会有一些电解质啊。若水爱啉有够，盐分、电解质嘛要补充，要若无，靠造成规身躯的无爽快，尤其是囡仔、老大人、甲慢性病患者爱特别注意。的水分的那个摄取应该是渐进的摄取啊，不要说一次你就灌了500、1000 CC 那么。医生强调讲，严重的潮沙死亡率有80%。热日时啊，伫室外活动一定要会加啉水补充盐分，做好防晒的准备，安尼才袂去伤着身体。